武汉肺炎疫情全世界案例开，也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。不过台湾下一步的疫情已经渐渐的有加缓呢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，今美关于无新增加确诊个案，也咪系下礼拜多见，天意拜出现无确诊个案情形。对亚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，先前伫边境管制方做到以后，不过面对疫情，还是做唔得海态。中国专家进行研究发现，空调系统可能会使到由平头的后南水亚岛传到汉雅县。对亚国女医生建议讲，伫唔同风所在开空调时节，尽量唔好坐伫风面的所在。为了要做好防疫，针对基层诊所，中央就有分批做嘅影响，没有本大间诊所3天隔离3。不过有医生表示讲，材料动破，证明品质唔好。对亚台南市卫生局系表示讲，一定都要合乎国家检验标准。美国疫情很严重，台湾宣布为有天200嘅人头救援，为这个根本美国100万兆做嘢未？外交部近边证实，美国方面提供嘅30万辆丰富产燃料，台湾已经收到一般有15万辆嘅。那么今年台湾就利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5日嚟为举行嘅世界卫生大会幕。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含係唔肯講，外交部表態強烈不滿。而家全世界測到武漢肺炎人數已經超過203萬人，死亡超過13萬人。疫情之嚴重美國，衝擊起紐約州下令，以共同重塑天災地最嚴嘅。